咱今仔日即个76档228节哦，线顶的纪念会正式开始。头起先就是想要大家做伙来默哀1分钟的时间，来悼念咱228过去的历史。哦，所以即马开始。好，请大家进来。好，真感谢嘛，足感心。即马咱即马线顶的遮个友志，会当做伙来参加即届线顶纪念会。即届咱邀请到即个陈定波基金会陈董事长来为咱做即个起头的演讲。哦，安尼刷落来，咱就时间交互即个陈董事长，请。感谢主持人。我是陈立碧，我是陈定波的孙。今日真荣幸有这个时间来大家斗阵来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甲一个理念。我想要用两个最近伫台湾伫要开始的活动来做我这个概念的介绍。无我就直接开始我的主题。这个第一个活动是一个话剧舞台剧，会叫做唱话。唱话有两个话拢共款迄个字，无共字，但是共款的音。伊大约的意思是要讲陈定波的太太，就是我的阿嬷，安怎甲陈定波留落来话藏起来，安怎甲伊家己想要讲的话，一世人拢吞落去。所以这个产生到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咱今仔日过来看228，有啥物咱当代人爱去思考的概念。第一个，这个舞台剧是由迄个飞人社剧团甲施如芳编剧的戏。这个戏主要就是这个戏主要就是要来演陈定波伊的心情，甲伊死了后安怎去传达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伊的太太，就是张杰这个女士，就是我阿嬷。伊伫陈定波生前甲伊死了后，不断用真大的耐心来做真侪工课所产生的。第二个活动，我顺续甲大家介绍，就是讲，即摆咧准备中的一个电视的连续剧，大约有8集。这个连续剧，可能希望会当伫2025年，就是陈定波130岁时阵，
会当伫电视台播出。我以上讲的即两个活动，所有的起因拢是开始伫一张75当前的相片。迄张相片是阮阿公的最后的一个伊的遗照即张遗照当然是眼前228，大家真常采用的伫控诉228罪成的一个证据。但是我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讲，咱要哪伫即个遗照顶悬看到现代的故事。我伫即张相片顶悬用黄笔画5个圆圈我以下一个来甲大家分享迄个故事的所在。第一，就是讲2个细粒圆圈伊其实是2个称子空。即个称子空要甲咱讲的，并毋是讲真单纯的讲228的当时遐兵甲陈定波开2枪。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伊的第一枪，咱伫正边的迄个衫内底真清楚看会到，迄枪是拍伫腹肚，第2枪则是致死的迄个枪决，就是拍伫个胸前。是安怎拍伫个腹肚？迄是一个人性的扭曲，就是讲要互你真疼。大家可能也知影讲，当年发生枪决的代志是伫嘉义车头，嘉义车头4颗链灯拢围足侪人，所以迄个开枪的距离实在是无够3米5米安尼。所以毋是拍无准，是挑伫甲拍伫腹肚，互伊真艰苦。过一个时间，才佫开第2枪，拍伫伊的胸前。所以我用即个来甲大家解说讲，这真无应该发生。不管你是政治的企图，不管你是无共款的意识形态，你拢无应该丧失你的人性。第二，我佫用另外一个圆圈来甲大家讲，就是讲，陈定波倒咧迄块房并毋是一个担架。迄个时阵，我的爸爸甲我的阿嬷走遍规个嘉义城，少无一个担架通甲尸体扛倒来。伊被枪杀以后，不准收尸，一直到日头落山暗时才会当开始去处理尸体。迄个时阵，因为规个城市少无担架，所以我阿嬷只好甲门线板所以大家看到迄是2块板钉做伙，甲门线板拆落来，才去甲我阿公的尸体扛倒来。而且我要讲的就是，毋是要来讲陈定波虽然足侪医生朋友、足侪大病院，毋是讲要讲遮个人歹心，毋甲担架招咱。我直接要讲的就是讲，即款的枪决的代志，竟然会当互一个这尔大的城市，连一个担架都借袂着。我要讲的就是迄个寒蝉效应，因为陈定波迄场是公开枪决的第3场，所以3场内底已经甲嘉义即个城市内底所有的头人、参议员，差不多拢拍死了更加可恶的就是。掠去关，拍断骹断手的，关了煞失去理智、起痟的，不计其数。我刷咧，我就是来讲第三个我发现的故事，就是讲，这个是我深深感觉悲伤的所在因为我从细汉我就甲我阿嬷，就是倒边这个女士张杰张杰困伫伊的边大汉的，大家可能无发现讲，迄块房迄个草树下骹，佫有一支骹，佫有一半的身躯伫遐。迄就是我的阿嬷，伊用伊的肩胛头，甲迄个门线板拄起来，
是安怎来拄起来呢？因为若无甲拄起来，就无才调去翕即张相。当年日本时代，迄个相机真大个、真重，无可能像咱即摆会当摕起来，安尼顶悬向下骹翕。所以迄个相机敢若有一个小小的角度，你不得不把伊整个的迄个门线板搁挺起来，互伊大约镜头甲门线板袂使有真大的角度，才会当翕到咱今仔日看到即张遗照。但是我今仔要讲的就是讲，哪有人迄日半暝啊，佫会当甲现大台的照相机摕来阮兜去翕张相呢？即个人，阮伫70年后，就是讲3年前才找着。伊叫做饭，伊姓饭，大家拢叫伊身高伯啊，身高饭诶。伊当年就是一个真有名诶摄影家，一直伫阿里山、玉山，伊留足侪山林诶作品。遮个作品拢关伫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即摆伊差不多是全台湾伊诶摄影上界有名诶一个摄影师。伊当年因为甲陈定波同齐有交情，所以伊毋是戆戆，也毋是为着钱，伊其实是为着交情。伫陈定波死了后，才来挺伊诶某囝，甲即个遮尔啊重诶卡梅拉，半暝啊，扛来阮兜翕一张遗照。下骹是我用黄色诶去做即个示意图，就是讲要互大家了解讲，迄个坚持诶态度。甲我阿嬷用什物款诶心情，为着要留一个证据，请即个新高伯来厝内，用门线板甲伊吐起来，才当翕到即张相片。下面我想讲要来介绍讲，因两个人就是我阿公甲新高伯因诶关系。因两个共同在生诶时阵，拢真爱去阿里山，拢真爱去玉山。因两个同齐留互咱台湾诶现代足侪山林诶作品。即两个山林诶作品，就是咱今仔日开始要去演戏，要去做舞台剧，甚至要来拍电影，要来拍电视剧，一个足好诶题材。所以两个对山林开始，因为共同诶趣味，因两个开始互相较早台湾人讲做分享，开始去分享，开始斗阵，开始交陪，然后变做好朋友才有长期尾上届尾日迄个，阮叫做相阵大家佫会当看到讲。即张图是陈定波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嘉义街景。伫嘉义街景的中心点，迄间厝有一个看板，迄个看板叫做新高写真馆。新高写真馆就是当年新高伯伊的写真馆所以陈定波甲新高伯的写真馆画伫伊的画中。新高伯用伊的摄影机，用伊的卡梅拉，甲陈定波最后的遗照留伫伊的作品中。所以即两个人的交陪，甲现代咱的思考，虽然足侪悲伤，虽然足侪毋甘，但是我也是要甲大家讲，当咱向前看的时阵，咱应该思考的，是毋是爱较深入去了解迄个年代？迄个年代，咱台湾人的性格到底生做啥物的性格？最后，我想讲简单用这四字来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是毋是会当伫日捌摕到迄个年代台湾人的交陪？因上分场，因好斗阵，因爱交陪，阁会相挺。你若想？两个查甫人共同伫山林的故事，一直到陈定波死了后，
黄庆明伊佫敢冒着性命的危险来厝内来帮伊的家后来翕即张最后的相片，这就是迄个年代台湾人所有的一个性格。咱渐渐看会当甲现主时的少年的世代，搁互因知影遮个故事，搁互大家搁来恢复台湾人应该有的性格。短的时间真歹势，用一张较悲伤的老相片。但是我的心内的意向是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相片以外，咱应该爱思考的代志。我知影今仔日大家有相当侪内容要分享，我就简单甲大家报告到遮，真感谢大家。我甲时间交互主持人。好，感谢陈董事长甲咱分享。自今仔日进前，其实我拢毋知影遮个陈年甫先生围剿的细节刷落来，咱会当甲遮个故事讲互咱搁较侪友志，甲咱身躯边的朋友，甲咱的囡仔，互因知影遮个历史，遮个细节，台湾人的性格是安怎样的。教互因知影，讲就是咱是台湾人，咱甲其他的人无共。好 ，OK， 多谢陈董事长的分享。好，刷落来，咱请第二位即个28.0的即个行动主办人桂伦婷小姐，请。各位三金平安，我是桂润婷。我是即届28.0即个纪念行动，是真侪团体做伙办，逐年轮流就是无共团体总召集。今年是轮到阮做伙来讲台语，酸甲乌妈妈好无协会主办。我是总召集人。阮协会主要是台湾人家庭，就是阮行到地，无论大人囡仔做爸母的，拢讲台湾话的台湾人。我伫遮因为是想讲上主要是要甲大家介绍28.0的到底是咧做啥物，伊的定位是啥。上主要就是邀请，就是若是讲拄好伫台湾的友志，希望会当做伙来行即场游行，做伙来参加即个仪式。28.0的部分，其实是对2017年开始，就是28，咱知影对1947年开始到70年的时阵，蔡水我舞蹈社的学丁先生，萧学丁先生，伊迄阵就是伊本身甲我讲过，伊是90年代甲因大家蔡水我，就是因先生。做伙转去中国探亲的时阵，才头一摆听到28即个代志，所以等于讲是对雷九如的即个中国人的喙呢，因迄阵28发生的时阵，因翁仔某伫台北城听到，就是对一个中国人的喙内底讲到28发生的时阵，就是台北城呢路呢的画面，可能世界拢有尸体查某人伫路呢袂输笑气，安尼找无翁，伊心内足震动。所以伊嘛是我所知影，伫1990年代转来，就是探亲了转来台湾，伊就编头一出咱台湾28的现代舞蹈，所以伊非常伫意28即个代志，感觉是台湾最要紧的代志。哪会到70年的时阵，敢若无啥无说。对，所以伊就出来招，真侪 NGO。感觉遮 NGO 无论是讲，你讲人权强学人权等等，就是真侪无共领域，甚至有环保的，大家拢知影爱做伙出来行。所以逐年对2017年到呾，就是40外个、50外个、60外个 NGO，就是咱知影讲，拢做伙出来办，做伙出来行。有真侪物件，就是伫这内底形成，就是28.0的定位到底是啥？我想讲，因为今仔日是伫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所以我可能甲重点放伫语言的部分。我个人是2019年头一届参加28.0游行，就是对咧行尔。毋过有机缘，就是参加着迄年的检讨会，
我一直会记得迄年的检讨会有一个足重要的问题，是人民做主的先摆提出来。我会记2019年我参加迄年的28点空游行的时阵，就我迄个茶帮仔压咧，我听到，因为28点空游行分做2大部分，就是咱会先对日新国校出发，经过天马地房，经过公卫局，经过28公园的东侧市的放送头，行到28发生的第一现场，就是即摆行政院迄个长官公司，就是对台湾人开枪的所在、扫射的所在，伫遐做一个仪式。所以28点空简单来讲是分做游行甲仪式2个部分。游行的部分其实规个游行甲一般社会运动抗争，就是会游行较无共款。一般的抗争可能会画口号，可能会有诚侪旗仔，安尼较有气势。毋过28的游行是28点空是逐个正式的穿插，像乃弄因1987年头一届行出来安尼，咱台湾人爱有办，就是正式的穿插。咱牌仔也咧徛好天，规路咱是点点有白布，无讲话，干若战车顶悬。一直读东侧是咱失去的台湾人的名单。按我头一摆参加的时阵，伫战车顶悬读的名单是用中国话咧读。迄年我会记是哪落雨，其实心内足艰苦，足艰苦。毋过伫检讨会的时阵，人民做主的先摆伊就提出讲，是安怎咱的名单是用中国话咧读？伫咱28点空到底是为着啥物人咧办？经过迄年的讨论，就是决定讲刷落来，咱每一年的名单，咱拢应该爱用台湾话用合法来读。在目前，阮敢若找着有法度用即2款语言来读的人，所以咱就开始用台湾话用合法来读当年的咱失去的台湾人的名单。所以当年就是2月28迄天早时就会开始行。伫行的过程，我想要分享讲，阮旧年阮是头一届，就是阮协会家长带囡仔做伙来行。迄阵是阮协会的理事长合作相伊有2个台湾囡仔，是我目前熟悉到呾，就我所知影10岁伫台湾，抑阁听无中国话的囡仔。伊旧年来参加的时阵是275年。因出来行，因讲，因知影讲是75年，28是75年之前发生的。阮协会逐年拢有甲阮的囡仔讲28，阮逐年28一定会办活动。但是我知影28是一个咱台湾人会听足艰苦的代志，足侪人毋知要安怎甲囡仔讲，甚至阮遮的做爸母的会员，其实伫因的年代伫学校教育是毋捌读过即个物件，所以咱其实嘛毋知影要安怎甲囡仔讲。就是家己毋捌学过的代志，毋过咱嘛是做伙去学，就是咱台湾人，咱毋知影要安怎嘛是爱甲路行出来。过因囝头一摆行出来的时阵，就讲妈妈，2875年是安怎咱即马才来？就是因头一届，就是因知影28有偌要紧。毋过像今年，因为其实28点空，大家就当发现讲，其实是一年一年一直咧调整。像手语念诗，嘛是2019年我头一摆参加的时阵，嘛是用中国话的诗来念。需要用手语是因为咱迄个阵风台了，咱毋敢讲话嘛。像拄则先摆有讲，咱根本就惊甲点字字，包括讲后壁的白色恐怖嘛是安尼形成的。毋过咱用手语念诗的阵，对2020年，咱改做用陈明仁先生，就是阿仁先生的1947寒冷的春天。经过伊的同意，厝其中一段，就是28的画面，来用手语甲读出来。读即个诗的过程，就是其实阮的囡仔咧听的时阵，因有法度真正看到迄个画面。就是当然28毋若是游行甲仪式迄2天，包括讲筹备的过程，就是开会的过程。其实阮的理事长伊是非常惊听着中国话，伊的囡仔。迄天来参加记者会的时阵，伊讲，就是迄天嘛有其他共学团的囡仔来参加。当然，这共学团的爸母嘛是真想要互囡仔知影台湾的历史。毋过因的囡仔就是规大阵来，就是其实因应该是毋知影28是啥物，就是因就是伫记者会现场走来走去。阮的囡仔
因来，伊第一时间就走来问我讲，伦敦是安怎有遮尔侪中国囡仔？啊，我一时是毋知影要安怎甲因讲，我甲讲，可能是因阿爸母无像恁母啊共款，就是遐尔早滴甲着，所以无细日甲囡仔请做中国人，所以因即摆咧想讲要安怎甲囡仔讲日语捌。阮的理事长就是因为伫日捌迄款场合听着中国话是非常伤心的代志。拄则咱讲少年日捌即段过去的历史，毋过日捌对咱所有台湾人来讲根本就还袂过去。所以像阮今年，有其中一个阮邀请阮所有就是有来参加日捌游行的阮的会员，做伙来讲每一个人发生伫伊家己身躯顶的日捌。阮的一个阮敏雄是阮的理事之一，伊就写一段话，就阮请每一个人写1分钟，写讲，我是一个台湾人，我所看到、我感受到的日捌，甲我希望台湾的未来。以下即段是伊写的日捌。伊讲，日捌对我来讲是艰苦的日子。1947年，中华民国派军队来到台湾，看到台湾人伫刣，佮用各种手段消灭台湾人的语言甲文化。即马2023年，台湾人敢有法度干那用台湾话生活？我着爱讲因实名者的中国话，才通伫社会趁食饲家己。我毋捌有尊严活过，这就是我逐工面对的日捌。日捌的凶手，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个人，到今毋捌互台湾人清算甲追究。日捌到底是要纪念啥？我希望我的囡仔毋免像我共款，我希望因会当有尊严做台湾人。阮嘛是即个过程，阮咧讨论才发现，阮有个理事，因阿公就是当初是淡水因的同事，互人开枪，毋过因为伊敢若是药师，无材料处理枪伤，所以伊嘛是甲拖到双连的马街病院。毋过即款代志，伊自细汉可能听人讲几粒摆，毋过一直到即马，伊为着囡仔开始去了解日捌了后，伊才雄听入去。对呢，原来日捌遮尔近，日捌咱讲死2万人以上，伫迄个阵的台湾，就是300个人，咱就失去一个台湾人，等于讲咱熟悉的人一定有人死，所以这根本就毋是干那有死去的台湾人甲因厝内人的代志，咱规个社会拢足惊。我就看到，就是遐个囡仔，就是袂晓台湾话的囡仔，甲会晓台湾话的囡仔，当然这毋是囡仔会当决定的代志，这是咱大人有法度决定的代志。囡仔出世，听任何语言拢听无，任何语言拢袂晓讲。毋过，咱用语言，就是毋是一款工具尔，这嘛是甲咱民族的灵魂接起来，甲咱的神经接起来，咱才有法度开始听，开始惊。无咱当初是互刣吓失去的台湾人，就是即马咱讲希望咱的汉遮囝代代传，到底传啥物落来？就咱面对新的中国的威胁。今年的当年日捌拢会有宣言的部分，就是一定会去讲到到底咱安怎看待日捌，到底咱安怎面对中国未来的威胁。今年的宣言，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就是去年年底蒋万安当选。蒋万安当选伫今年的台北市，等于讲日捌的纪念会是蒋万安，就是杀人凶手的子孙来主持。这是咱台湾人非常见笑的代志。毋过咱有法度做的代志，目前看会到的，就是发声明稿、发新闻、拒绝参加来谴责。咱根本就无法度去做出啥，就是咱非常的见笑。就是这是咱非常悲伤的代志。毋过咱若是无互囡仔知影，即款代志就一直发生，新的中国就过一摆侵略咱。咱讲咱台湾的文化经济成果，过一摆互糟蹋，就是过一摆日捌发生，咱无法度保护咱的囡仔。当然讲遮个代志真艰苦，所以就是咱毋是讲日捌干那要艰苦尔，因为就是当年日捌的时阵，拢会有，当初是1987年头一届伫日捌发生40冬了后，总算有乃龙先摆、陈英兴医师、林宗正牧师、李胜雄
律师做伙行出来，互规个社会公开讨论面对即个空喙，咱才有法度互空喙好起来的时阵，就是咱想要一年共款安尼去面对。所以，咱毋是讲28.0，咱做伙悲伤，咱流目屎，毋过咱的目的是要行向搁较好的未来。所以逐年嘛，拢有牧师会带大家做伙祈祷。敢若有即个做伙祈祷，就是咱希望会当，互咱的子孙知影惊，才会晓听。啊，拄好就是嘛是拄则听着陈董事长分享，才想着，就是陈定波是阮前摆是阮其中一个律师的囡仔，诚介意的画图家。啊，伊捌有一摆参加，应该就是基金会的陈定波基金会的可能线顶的活动，啊，伊诚期待，啊，结果迄个活动应该因为顾虑到我知影一定是顾虑到大部分的囡仔，所以是用中国话来进行。伊听着是非常生气，就是伊就讲是安怎？陈定波敢毋是台湾人？是，伊足生气，啊，伊就讲，就是伊感觉足伤心，就哪会安尼？啊，毋过就是我会记哩，因母也当然甲解说，啊，毋过伊嘛是感觉袂使安尼。啊，我会记哩，伊到过当敢若是过后一年，应该是陈定波先生过身的日子，因母也甲讲，今仔日是你上介意的画图家陈定波先生过身的日子。伊就讲安尼，今仔日敢是休假？因母也讲无呢，是安怎你会安尼感觉？伊就讲因为这是咱台湾最重要的人啊，伊过身的日子敢毋是咱爱休假？就是阮的囡仔因着听有遮28的历史，因足惊，毋过因嘛知影疼，就是因其实无想要徛去第1928当天，阮会徛去政车顶悬做伙唱歌，做伙讲出咱对28的疼，甲对28的对台湾未来的望。因其实足惊的，毋过因即摆看着，就是有乌克兰，佮有就是乌克兰的战争，啊，佮有煞来中国的威胁，佮有蔣万安当选，所以因对4岁到12岁的人。应该讲，佫有抱伫第一岁拄要渡者，就是因拢就是论点歹势，做伙徛起哩。歹势，请就是会当小可暂时收煞一下，因为后壁佫有拢读的朋友需要拢读。好，安尼上尾就甲大家介绍，就是28.0，咱今年逐年拢会伫2月28行出来。啊，今年是咱2月28拜二，就是3工后拜二。啊，早是9点半，伫日新国校小等，啊，请大家穿正式深色的穿插，啊，咱做伙来孝念咱台湾的疼，咱同齐行，做伙疼，多谢大家。好，多谢论点甲咱分享哦，就是伫228即天各县市拢有一寡纪念活动，邀请大家做伙来游行，做伙来孝念228。好 ，OK， 过来。刷落来，咱进入咱的即个龙头接刷龙头的部分。好，安尼大家敢有看到我的画面？看到。好，好，安尼等下就是咱头大先，有一位即个咱的友志刘威良友志因的阿叔是228伫台南的见证者，因为伊较无方便，就是直接伫线顶甲咱来讲即件代志，所以我有请伊用这录影的方式来甲咱讲伊所看到的迄个228时阵的代志。请贵兰姐甲咱斗相共分享影片。贵兰姐，请。咧准备的时阵，无你敢要互阿管先念？请贵人准备。
好，还是我请这个威良，好不好？威良，哦，有看吼，有，等下哦，有看，有看啊，稍等，好桂兰刚准备好势啊？准备好势啊？好，OK，请放。威良稍等者哦。桂兰歹势，即马无声音。虽然你爱家己 computer 的声音 on，对，重新搁分享一下啊，电脑的声音爱共用。叫人掠去，也讲从掠去上海卖啦。自头开始哦。有啊，有听到声音吗？好，事发发生的时候哦，根本都真侪发生真侪咯。迄囡仔都胖去啦，叫人掠去，也讲从掠去上海卖啦。啊，三日暗时了吼，都听见迄查某人咧从中间的声音咯，哀哀叫迄拢总暗时啊拢听啊，真清楚。我看到迄枪杀的迄代志是心理经验嘛吼，我讲互大家听啦。迄阵我大概是10岁啦。歹势，桂兰迄个无声。声音断去啊。还是无声，还是无声。我遮拢无甲叮当呢，嘿，好，安尼无要紧。是有咧线顶，咱请伊讲嘛，是会使啊，袂无？哦，嘿，安尼是好，上好啦，嘿。嘿啊，因为我即马遮咧放，我拢无甲叮当，啊，竟然长声嘛，毋知影是发生啥物代志，我遮拢有听着。哦，好，这样咱就会使来讲无？会使开起来。妈嘞，喂，哎，我毋知因就遐开袂。我先来拢读啦，读了咱才来叫伊好啊。无可能问题。准备者，我先读个啦。安尼稍等者，我分享我的画面吼。好，敢有看到？好，有看。哦，好，我是老威良。哦，我是阮阿姐是老新蛋先生，我真欢喜今仔日有来做见证，即摆咧线顶，那确定啊结束了后，大家有啥物问题，咱会使甲伊讨论，还是了解吼。好，我即摆来读，伊迄阵就见证，我甲写起来安尼，我本身即摆住伫咧德国，我即摆来读1947年迄年5日啊10岁。有一天伫街仔头看，歹势。1947年迄年5日啊10岁，有一天伫街仔头看到一台车驶过，行一条车顶徛的太是因阿舅，雄雄沙无双骹并咧对咧走，一直对甲大正公园遐，车才停，一口气喘袂离，面红讲讲。心头一扑浅，双骹直直喘。远远甲看，哎哟喂啊！头前一大片人头乌坎坎、哇哇哇，搁杂青青。公园内阿舅甲人排做做，阿舅排第二。几个兵仔举枪徛伫遐，徛边仔，
伊紧张甲毋知，伊紧张甲毋敢喘气，咪甲远远远，惊互阿舅看着伊。台湾人万载，台湾人万载。一本话发甲足大声，突然砰一声，头一次无倒，搁砰第二声，排第一迄个人也无倒，徛甲栽，亲像一丛大树无要倒。第三次着头遐才倒，无偌久，排伫后壁的人拢互带走去。伊听讲，当几若粒凊子迄个高人叫汤德宗，迄名伊永远记牢牢。我先念到遮。好，多谢威良甲咱分享。好，刷落来，换我遮用我的即个画面分享，拄则即个劳心蛋先生伊的影片。感谢。二八发生的时候，根本都真侪发生真侪咯，迄囡仔都胖去啦，去互人掠去，听伊讲从掠去上海卖啦，啥物啊？暗时啊都有听着迄查某人咧从中间的声音哀哀叫，迄拢总暗时啊拢听啊，真清楚。我看到迄枪杀的迄代志是什么情形啦？我讲互大家听啦。迄阵我大概是10岁啦。当然，迄阵毋是讲惊毋惊，迄足好，我好奇啊。伊要枪杀的前啊拢用迄个军用卡车载咧游街啦。我着对迄卡车安尼伫后壁伫迄，伊坐去到即个台南公园遐，大概倒等来即个，即阵讲做陈吉昌公园遐，就是较早中正公园。迄阵我嘛毋知影是陈吉昌啊，但是我有看着讲迄以外有阮阿舅，甲其他的人几啊个，拢绑做规阵治遐伫遐这要迄落，后尾才知影讲伫遐是要杀人。第一个就是枪杀的人，我当时囡仔阵嘛毋知影讲迄个是唐吉昌啊。后尾以后才知影讲迄是唐吉昌。但是我讲咧烦恼，我家己阿舅哪会互伫遐这要枪杀？但是迄个枪杀头一个从迄种枪杀了后，过来就是第二个就是阮阿舅，后壁还佫几个人，大概还佫3、4个，结果断了后，就像迄种断了后，就后壁就无佫断。后尾听讲是迄个军方遐，迄个啥物人，有一个军头禁止搁再枪杀，因为迄阵拢无审判嘛，就共枪杀，所以就白装鱼啦，白装鱼进入了到台湾了，禁止讲安尼无审判咧屠杀伊有所禁止人，所以就无搁再枪杀。所以228发生时伫台南的受害较无像台北遐严重。我遮补充一下，即位老先生嘛是1971年迄阵的咱台湾白色恐怖迄阵的政治犯吼，共关5年8个月。
不是迄阵是判15年。即摆我看敢若无咧线顶，再甲问看觅。好，好，先安尼。好，咱感谢即个威良甲即个老新蛋先生的影片的分享。好，刷落来，咱换即个瓜碧莹兄，碧莹兄敢有起来啊？我有伫线顶，安尼声音敢有清楚？有真清楚。好，是。好，安尼就请碧莹兄开始朗读。好是，我来朗读这首《天落红雨》。歹势就是小可小解一个你的背景。安尼吼，是歹势。简单小解，歹势哦。我是一直咧写台语诗的一个创作者吼。伫个主角就讲爱开始来写白色恐怖，甲是228事件，这是我直看到仿效伊用这部电影了后，我较有这个主角这天落红雨，我是咧写228事件高雄的三绿屠杀我用一种诗的方式来甲伊呈现，讲迄阵安怎发生这项代志的，伊的背景甲伊的故事是。安尼我即摆就来朗读这首《天落红雨》。我的灵魂散走一拍目尾光，杂草营野火啊火，甲我困共床。悠闲的风扇头，摒势咧哭面慢，苦人苦腹，甲我哭转来坐西。亡魂单坐出世的3月初6。听讲掀开解严，秘密随走光。我要来少年旧厝老家往事甲真相。听讲你拢知影，是啦，迄是偏豆腐烙的面凝。啥？恁敢若看到三绿屠杀去夜无离尸，规逝吉布若摇龙出草，沿路穿只。车顶的机关庆声比西北雨较紧较密，一粒一粒头壳开花，一副一副枝骨落地，花透蓝脑切，喷向街仔路，喷向市府甲安楼的壁堵，喷向火车头的广场，喷向三块厝的厝下，喷向天顶尾，火雾火箭，看作一搭一搭臭臭的暗天星。手榴弹甲风光雨炸做肉酱，凊子头甲高雄川弹做肉汤，尸体歪高饲出，排甲满田，溢出来的水，甲石两仔路铺一条红绒仔布。一只军用狗对壁角亮出来，向热扑扑的唱讲大声咧，甲手过的表有啥牵连？甲落地的纸票有啥交叉？甲掠破查某人的衫，阁有啥地带？悠闲的声线有诗韵的感慨，欢喜啊伊有的哦，顺过波波摩波，煞跳入到去底内的小鬼仔台，听兄伫白苍苍的面孔，结一言冷冰冰。失踪的故事伫密密的喙唇继续失踪，暗藏的历史伫深深的课本继续暗藏。
后干那壁的白插话，甲送国无放的真相缀比去。唉，恁敢有看到？米伫可能像尾溜迄只鸟仔，到呾毋敢吼啾啾。1947年春天着热，雷公死啦，甲台湾天破开，雨青光啊落，凊子夭寿啊飞，血凄惨啊逝。我着穿个胸坎，伏伫涂骹，互血水都是个迄刹仔，目尾光影着天咧落红雨。多谢。好，多谢碧云兄。好，刷落来，咱换即个阿关为咱朗读。阿关，请。大家平安，我是老台语叙述台语社阿关，即马要来朗读陈瑞生著作的《抬狗》。外面乒乒叫，这一声，遐一声，连续几偌声，袂输离狗鸣放炮放袂煞。近近有狗在吠，嘛有人在发，在叫，在咻，在哀。我眯伫房间内看，阮阿爸嘛无困，眯伫窗仔前看。雄雄有人嚷这大声，介先得起笑，煞落嘣一声，过来3、4声，迄声像刀仔足力在割，要割破窗仔，毋是咧放炮，是弹磬的声。又搁再几偌声，雄雄踮啾啾，连车的声也无，人的声也无。近近一拍足光的火，为窗仔外烧入来，烧着阮阿母规身躯趴伫涂骹白，双手头壳冒咧，烧着阮阿爸身形跪伫窗仔骹，鞋仔拍伫壁，若擦布仔。雄雄徛起来，阮阿母双手甲伊一骹摸咧，黑暗暗、蓝调调，记在伊拖也毋放，伊毋互伊出去。外面咧抬狗，我知影，因要拢总抬互死，因为佚佗的人伤过成狗。我惊暗，顶无听着，顶无看的，家己胸仔坎揽咧，若像抹乌喙的，抹足暗。记在因拖，嘛毋放伊去。即暗，佚佗死真济狗，人死搁较济，加真济。真若有亲目看着，阮阿母拢毋讲，毋过我知影。几偌冬了后，我甲真仔拢总知影，起码毋是刣死，就是刀仔拄的，死伫厝内刀仔骹，庄长亲客仔甲因某含笑。穿弹伫头壳甲面里，拄拄好死伫因兜门骹口。真若有听因爸在甲因母仔讲，阮阿爸有甲伊偷讲，迄暗伫窗仔后亲目看着，含笑跪伫涂骹，甲因求足久，
3个抬狗的野青围伫遐，砰砰砰，是毋是因为因找无迄落的关系？阮带迄落去觅，即马我有确定，真啊嘛有确定，迄日佚佗刣人甲刣狗无关系。啊，阮佚佗即个庄脚小所在，亲像和平、永远晴天。因无饲狗，嘛是死。金兰啊，我进前讲过，狗已经早就牵去派出所啊，嘛是死。又搁阮佚佗的美人树蛙，伊电头毛爱红鞋啊，嘛是死伫水窟仔边，几偌日无人看着。迄个时代代志真乱，可惜阮做囡仔无会真久真深。将其尾啊，认真甲想起来，这刣人甲刣狗无关系。不过不离过，有时我还会懵去甲想，敢无哈？敢真是拢无哈？因为事实刣人甲刣狗真相共。原在佚佗的人疼狗毋甘狗，狗单因也有相信。狗仔有灵，比人较有情义。好，多谢阿关的朗读。刷落来，咱邀请即个细男兄，细男兄讲起来啊。有啊，有，好，安尼先请你留下小解家己的背景，才阁开始朗读。请。好，然后我是柯细男吼，我是2007年吼去迄个长老教会学白话字啦，开始走着这个台语这条路啦吼。最近我是拢伫小学，迄个社区大学啦吼，咧教台语安尼，嘛参加一寡读册会。好，今仔日咱来讲一个我要念的这段就是讲，咱大家拢爱读的一本册啦吼。为虾米呢？因为咱要了解这个二二八吼，咱定着落爱读李小凤这本教授这本吼，伊自立暗部1990年出版的《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二二八事件互国民党安抗伤久啊，长期伫台湾成做一个禁忌，袂使讲，嘛袂使，嘛毋敢讲。当然，大家嘛较无通去了解吼。现今若一般人理解的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是讲蒋介石派兵来台湾大屠杀，害死真侪台湾人。其实更较可恶的是，因利用半山啊甲特务有计划，甲迄当时台湾人各界精英台时，互因较好来殖民台湾。李小凤教授讲，这本册是写了上艰苦的册，小弟伫遮甲大家讲几本册内底几个故事。1945年，台湾人错认祖国，迎接一个更较兴业的殖民政权。一个落伍的社会要来统治一个进步的所在，当然嘛是无法度有法治可言。因转想要发财，把米糖偷送去中国大趁钱，害米糖的出产地不加欠米欠糖来大起价，众人买无买袂起。当伊拄来台湾的时阵，讲一句话。互台湾听无的话，伊讲伊袂卡油，实情是有毛食甲脏水，无毛食甲凊退，连鸦片嘛去互白遐食去。是安怎遮个台湾精英会伫228来失去性命？敢若是因为因是台湾的后人。
多数毋是伫礼拜有参与甲国民党的对抗，有诶是因为声望的关系，出来参加礼拜处理委员会，是要来解决国民党惹出来问题。亲像1929年摕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铁教博士，是台湾的第一个铁教博士，台大文学院院长林茂生，伊并无参与处理委员会，嘛无带头对抗。伫1947年3月7日，叫陈仪叫去，全呢都毋捌看见啊，连犯啥物罪嘛毋知，若毋知互啥刣死，死伫倒。可能是办民报报真侪国民党歪歌诶代志来惹祸诶。省议员王添丁，因为伊伫省议会捌质询台湾同胞甲白遐食鸦片，互当伊无面子。伊嘛办人民导报甲自由报报社会黑暗面甲政治新闻，互当伊无欢喜。搁伫处理委员会担任宣传组长，影响力真大。3月初9就去互宪兵掠去，听讲是互因破汽油小事的。陈欣是台湾金融先驱，日本庆应艺术理财科毕业，搁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读册。1925年毕业，转来台湾。1926年设立台湾人的大东信托。伊当时日本人无爱互台湾人伫金融界发展，对大东百般搅扰。毋过到1944年，因为大东做了诚成功，日本人强迫大东甲侪间银行合股，成立台湾信托株式会社，大东诚做细股的。1946年12月，原本的台湾信托株式会社改做台湾信托公司筹备处，陈欣是主任委员。礼拜日时，伊拄好着发生的马拉利亚，无去参与处理委员会。3月10日，警察嘛是来抓人，共款毋知犯啥罪，死伫倒。台湾信托公司尾也去互华南银行食去。李瑞汉，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因为有一摆，伊替日本人病院拍官司，一个国军的军官的某着癌症伫病院，因主潘尼西林反应不良来死亡。法院判决病院无罪。第二礼拜日时，军方来报复。3月7日，宪兵来因兜要掠李瑞汉，拄好共款是律师的小弟李瑞芳，甲来佚佗的朋友嘛是律师林连忠，三个做伙咧食厝边送的鱿鱼，煮的糜，三个拢互掠去，毋知发啥罪，死伫倒。因的后代即马尾啊，逐年伫即天拢会食鱿鱼糜来孝念因。上悲惨的是花莲的张七郎甲因囝张宗仁、张果仁三个同齐被枪杀。张七郎甲张果仁是医生，张宗仁是凤林初中的校长。张七郎是制宪国大，嘛是花莲参议会的议长。礼拜是拄好破病，伫厝内养病。4月初4，伊阁办倒请国军，暗时3个互枪杀。张七郎因某占金基药，可能是伊去得罪着馆长的关系，馆长借军方的手来杀人。这本册内底写30几位无辜的台湾的精英，实在讲是读袂落去啊！遮济的事实爱搁互人较侪人知影。到今已经76年啊，正义还未到位。受难者的第二代真侪风声啊，但无正义。独裁者在生，无正义；独裁者死了，无正义。用咱的税金来赔，毋是正义；加害者毋免赔，无正义。礼拜来纪念被屠杀的亡者，清明搁去拜杀人的凶手，无正义。杀人凶手的纪念堂原在，
当上世界菜，无正义；国民党执政无正义，民进党执政共款无正义。敢若有受害者，找无加害者，即款无正义是要搁拖几年咧？感谢。好，咱感谢贵兰兄，毋是贵兰兄，歹势，细兰兄，歹势，感谢细兰兄甲咱拢读吼。啊，刷落来，咱请即个德勇，德勇敢起来啊？我伫遮，倒车。好，德勇，麻烦请你就是头台先会当小可介绍你家己即马伫倒位，啊，你的背景，来开始拢读，请。好，我是德勇，我台南人，啊，我昨拄则飞倒来到美国，阮今仔日4点起来，因为搁咧时差。歹势，德勇，就是你的迄个耳机吼，迄个线，敢是用接线还是 Bluetooth？有迄个呢，我来介绍。好。敢有帮衬？哦，有安尼查足济，真清楚。好，麻烦你，请。所以我拄则咧讲，我台南人，啊，昨搭转来飞倒来到美国，所以即马个时差。啊，等者我本身是做艺术诶，啊，我大约是2016年去甲金华老师写台语，啊，最近甲下米学写台语，啊，就是想要用台语做一寡创作，艺术诶创作。啊嘛开始写文章，所以即个足欢喜，等落邀请我来参与即个念一篇我写诶底文。啊，等者我要念诶会惊因为我有修改过，所以惊我进前 submit 互等落诶内容有小可无共，所以yeah 安尼我要先开始啊。我伫台南新营大汉诶，伫新营住甲我18岁去读大学，也毋过一直爱甲最近我都40通岁啊，才伫网络顶悬了解有关新营事件诶代志。迄是发生伫28前一冬，嘛是后来28发展甲全台诶其中一个引爆点。园林事件、布袋事件甲新营事件是1946年台湾上大3个社会事件。我伫新营大汉，煞完全拢毋捌听过。参大部分台湾人共款，咱受中华民国殖民教育真悲哀，就是咱拢毋捌学着甲咱家己土地的知识。上亲近的人，环境甲历史无半层捌。连咱自身细汉住甲大汉的乡里，捌发生过啥物代志，嘛拢毋知。28毋是对石头拔出来的，28的起因、历史背景足侪、足复杂。纪念28真要紧。通互咱搁一摆认捌理解遮个代志。28毋是欢庆年假的日子，28是咱台湾人一代当一代无形的赤字，是花的记忆，赤入去咱的骨、咱的灵魂。多谢。好，感谢德勇为咱朗读。
好，刷落来，咱邀请即个手机为咱朗读，手机敢起来啊？我头拄仔讲，迄个用电脑用声音，结果敢安尼，大家有听到无？有，真清楚。好，大好，家好。麻烦你先小可小解家己，才开始朗读。好，请。我住伫南投，我有做单手机，我顶个嘛有来遮分享过吼。我是先伫国中教国文，所以我有一寡语法会去学调咧。毋过我当时我嘛指导囡仔的朗读，台语朗读演讲，指导20几档，所以甲旧年才过去重新学拼音，因为我拢是感觉家己拢是讲台语的，所以我文理较清楚，所以甲旧年过去考台语认证，我才过去高中教台语。我有家己咧写作，写台语的散文甲诗，嘛有囡仔歌啦，歹势讲伤济吼。我选即个迄个，头拄仔听前面几个咧讲，真正拢感觉共款吼。我已经年纪嘛无讲真少啊，但是日捌的代志，阮的时代拢毋敢讲。尾嘛是就是搁来参与一寡读册会，搁进前阮翁啦，阮翁读足侪禁册，迄个阮兜有足侪，像讲头拄仔介绍李小凤的迄历史的册，阮兜嘛真侪。伊咧讲，我才开始过来了解228是啥。好歹势，我会选择即个李敏勇吼，伊一首伫咧写林玉雄2个双生仔查某囝互人刣死一首诗。我甲念一个，伊原本是迄个华语的，我甲翻做台语的。迄个标题有吼。伊本来是又一个春天的童话1980，我也翻做搁一个春天的童话1980。黑暗的日时，风遮起的日头，风遮起的目睭，黑暗的倒数，黑暗的城市，倒伫血泊内底的双生查某囝、查某囡仔，守护着因的阿嬷。这是一个用冰雪象征的春天，时间停去，心跳停止，历史用复印书写，哭声被记忆凝结，目屎伫时间的纱布内摊开，血湿透土地，食做倒数的一个标记。一对小天使伫阿嬷的看顾守护之下，开始飞。因回头看到倒数的人，回头看到因的亲人。1980年228，搁一个春天的童话，用血来书写，用目屎来画图。这首诗读了感觉真悲惨。我感觉遐个大人互刣死，足侪精英互刣死，足悲伤。想袂到一对双生仔，这囡仔甲迄一个老伙仔，都爱互人刣死。所以讲228，敢若是一个数字尔。当年228毋是敢若一个数字，是台湾精英遭无外来统治者的迫害。当年嘛有外省籍的受迫害者。林美雄先生的老母，甲这对双生查某囝，对统治者来讲，应该是拢无威胁，因是真善良、真单纯的百姓。也毋过为着要压迫，为着要捆绑林美雄，互伊爱惊吓，互伊莫阁反对独裁的统治者，就来刣死林美雄的老母甲这对双生仔囝。伫日头请爷爷的时，伊派杀手来刣死6岁妇人人甲这查囡仔。真正世界啥尔黑暗，意思甲咱互囡仔读的童话，囡仔古吼，
竟然是要用肺来书写，所以咱要用目屎来读即款囡仔的故。恁看，全世界敢有即款悲惨的代志？所以期待咱大家会记哩台湾人遭遇到的苦痛，会记哩历史的教训，毋是干那会记哩悲惨的遭遇，也是迄种的受训。国家应该要进入民主法治的自由国家，毋通阁有迄种独裁的人，还是杀人，还是控制人民思想的情形出现。国家应该是守护全国人民的，尤其爱疼惜老人甲幼囡仔。大家伫这温暖的时间来生活，应该爱有安尼温暖的即个愿望。好，多谢。好，多谢手机真有感情的朗读，我听了嘛是足坎坷的。好，安尼刷落来，咱邀请即个怡欣为咱做朗读。怡欣敢起来啊？有，安尼敢有听到我的声音？有，真清楚。好，一开始先请你小可小解一个家己的背景，再过来朗读，请。好，大家好，我是怡欣，我住伫迄个新北市三重埔遮。我想要先来简单讲一下我选择即个朗读的诗的缘由。我家己是这几冬才偷偷开始认捌台湾真正的历史。伫我知影了后，其实心内是受到真大的刺激，因为甲我自细汉学到的、听到的，拢完全是颠倒变。一直到即马，我嘛是完全无法度接受过去对台湾人做出遐尔夭寿侥幸的代志的士兵者，是安怎阁会当伫遮继续困台湾、用台湾，然后嫌台湾？所以台湾建国、赶走士兵者的即个目标，阁有足长的路要行。各位先辈的友志，咱千万毋通失志，嘛袂当失志。咱互相陪伴，咱需要有比别人搁较坚强、勇敢的意志，做伙来行即条路。无论是几岁，做啥物工课，倒一个阶层，只要是台湾人，咱就有即个责任，甲台湾的过去、现主时、未来的命运，拢总担起来。接落来，我要来朗读吴中祥先生所写的即首诗。担起来，互人放杀伫太平洋的一环，纸头无名，纸尾无姓的生死，是啥物人的生死？互人弃绝伫爱河的桥边，要哭无声，要喊无目屎的火热，是啥物人的火热？互人爆射伫外来失明的戏出，要种无步，要摕无路的命运，是啥物人的命运？互人欺骗伫黑暗社会舞台，无看财前，只看金钱甲关系不平，是啥物人的不平？阮行入菜市，打仓卖菜欧巴桑讲，囡仔。迄毋是咱的生死，迄是咱的担，担起来。阮行入街头，无用走总的学里送讲，囡仔，迄毋是咱的火热，迄是咱的担，担起来。阮行入学校，辛苦教册教师阿姐讲，囡仔，迄毋是咱的命运，迄是咱的担，担起来。阮行入工场，规身躯汗的困工阿兄讲：囡仔，迄毋是咱的不平，迄是咱的担，担起来。独立徛起伫太平洋的一环，有山，有海，有平洋的台湾，是啥物人的台湾？坚强承担伫爱河的桥边，有情，有义。有光明的城市，是啥物人的城市？大骹占破伫外来失明的戏出，家己做头，拢总出头天的民主，
是虾米人的民主？发声坚持伫黑暗社会舞台，追求理想、追求愿望的自由，是虾米人的自由？男女老幼拢徛伫遮讲，这是咱的台湾，来打起来！士农工商拢徛伫遮讲，这是咱的城市，来打起来！厝边隔壁拢徛伫遮讲，这是咱的民主，来打起来！街头巷尾拢徛伫遮讲，这是咱的自由，来打起来！打起来！用少年人无丢除的志气打起来！打起来！用读册人无怀疑的智慧打起来！打起来！用劳动者无抽摕骨力打起来！打起来！用土地父母赐予咱永远无变的热情打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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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注满满伫咱心肝的爱甲温柔打起来！甲台湾的历史担伫肩胛头，甲城市的每一日担伫肩胛头，甲大家勇敢咧做的美梦担伫肩胛头，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甲你、我、甲咱大大细细寄望甲未来，拢总打起来！以上，多谢。好，多谢伊欣，甲咱朗读这篇真鼓舞的一篇诗。好，安尼咱今仔日的这个接续朗读到这，刷落来，咱邀请这个台湾基进中央党部政策部专员王明安先生来为咱分享。伊之前嘛捌来过咱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做分享。安尼，明安，请。安尼敢听有清楚？有真清楚。咱各位先辈大家好，我是明安，即马我是台湾基进，即马伫中央政策部的专员啦吼，明安。去年差不多即个时间，咱嘛曾经捌伫即个即个场合，甲各位先辈来分享吼，有关咱即个台湾基进对一寡咱母语的看法。时间过了真紧啊吼，过了一冬其实即过去迄一冬吼，2022年是咱即个地方选举的一年嘛吼。其实台湾基进伫即个母语推动的即个方面内底咧面顶咧，其实阮伫去年吼，阮全台湾24个候选人，阮有推出吼伫母语面顶的即个共同的政策啦吼。主要分做3项啦吼，因为即个咱拄因为我拄听大家咧朗读吼，咱即个真济真水即台语的即个诗吼，我听了非常的感动吼。咱有即个咱年岁较大的先辈嘛，有少年人吼，大家对母语的即个使用的坚持，其实对台湾现主时的状况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基本上。台湾基进徛伫即个台湾主体性的立场来讲，阮对母语的即个推广，阮希望不只是咱民间私人社团的努力之外，咱嘛会当透过政治方式，咱伫咱的即个县市，也是伫咱中央的相关的即个部会会当透过政策的推动，咱即个母语的即个使用，会当搁较伫咱的平常时的生活内底来落实啦其实讲伫去年的即个选举年，阮全台湾24个候选人针对母语的政策，阮有推出3项重要的一个政见。虽然讲去年真正互大家失望因为阮努力无够，阮只有24个，敢若有2个人当选分别是咱即个台南市的即个李宗霖东区的李宗霖，搁咱即个高雄市三民区的即个张博洋张小博虽然讲敢若有2席的议员，但是阮有缘要来兑现咱即个。过去咱伫选举的期间，咱所推设出的即个母语的政策
伫照这个场合吼，我甲咱旧年的咱这个针对母语的政策吼，伊内容到底是有倒三项吼，而且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吼。头一项就是讲，阮希望吼，会当对这个幼稚园开始来建立全母语的基本教育吼。是安怎讲呢？因为语言要复振吼，除了争取官方的地位之外，上重要是啥物？爱建立互囡仔对家庭到学校拢会当使用本土语言的环境吼，这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台湾目前本土语言的教育依然是将本土语言做出啥物第二语言来做学习吼。学校实际上咧教册嘛是用华语为主啦吼，所以讲咱无法度做甲讲吼这个吼，算讲语言流失的这个状况会当互伊做改变。吼，真正咱真正有效的这个本土语言的教育呢，吼，应该要有独立，也是讲半独立的本土语言的学校。所以咱希望咱对幼稚园开始渐渐延长这个全母语的基本教育。目前咱知影吼，民间吼已经有真侪这个愿意互家己囡仔来接受本土语言这个吼来上课的家长，咱嘛有真侪当咧发展全母语学习环境的这个团体啦吼，譬如讲咱伫花莲、玉里，咱有这个阿美族语言的幼稚园，吼，台北、新竹拢有台语甲客语的这个吼，这个共学团啦吼，所以咱伫内底会当看到啥物？长期的华语政策去占着这个吼，咱本土语言吼，这个受教的这个权利啦吼，所以讲呢，有母语意识的家长照到伫这个体制以外，家己来学习。而且吼，这受到全母语教育，吼大汉的囡仔，吼以后呢，吼咱希望讲，伊这续落来国民教育，也是讲政府的单位应该爱提供每一个层面的资源，来保障这吼这个母语的这个吼小朋友吼母语这长期的这个受教的这个权利啦吼，这是头一个，阮希望会当对幼稚园开始来建立全母语的基本教育。第二个，阮的这个政见，阮的政策是啥物呢？咱希望讲伫这个吼高等教育内底呢，来推动咱本土语言的这个吼的课程，也是讲师资的这个培养啦吼。长期以来，因为咱吼这个专业的老师欠缺，吼嘛这个吼学习本土语言的这个诱因啦吼，这个算讲诱因嘛欠缺，所以这两点呢，一直是咱台湾本土语言教育所这个面临的困境啦吼，所以讲高等教育因为吼有这个发展这个老师培养的系统的这个条件，所以讲呢，这几年来嘛有真侪吼关心本土语言的学生啊，大学生开始出现，嘛真侪，所以其实有这个吼是有这个条件会当打破这个语言要复振这个困难的环境吼，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吼，真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吼，真重要一个因素。所以讲，咱伫具体的政策面顶呢，咱希望初期吼，应该爱增加甲这个语言社群有连结的这个课程啦吼，毋是讲用这个华语，也是讲外语吼教学这个吼。这个方式来规划大学内底本土语言的这个吼上课的方式，其实吼上界理想的本土语言的学生啊，未来应该爱承担吼这个咱本土语言母语这个吼会当延续的责任。所以呢，伫这个吼教册的这个过程当中，咱必须爱培养会当复振语言的这个吼意识，互这个囡仔吼学生啊有这个意识，而且呢吼，咱会当互学生啊甲这个吼咱这所大这个社区内底长辈，也是讲咱这个吼专心投入语言复振的团体，有建立一个长期的连结，所以呢，安尼会当互学生啊吼，会当互伊来补足，吼，互伊增加要互一个语言更较练长，会当更较好使用一个时间，嘛有可能培养出咱这个吼语言复振这个老师的一个方式，所以咱长期的目标是希望讲，应该要互本土语言会当真正入去咱高等教育这个环境当中来使用，会当来表达咱现主时现代这个社会每一种知识，本土语言毋是干那伫咱国会内底会当使用一个语言尔，嘛会当来表达咱现代社会每一个科学。每一个学科的这个所有物件一种现代语言，这是阮希望讲高等教育推动本土语言这个课程甲这个老师的培养这个政策。第三个政策是啥物呢？咱希望会当成立台语的复振的这个专门的机构啦
可比讲咱举一个咧，客话甲原住民的即个族语，咱有即个相关的专门的机构，有即个原委会、客委会，会当做可比讲语言使用的调查啦、发展啦等等遮个计划，但是呢，台语完全拢无类似的官方的即个机构。虽然讲现主是咱台语的即个危险的即个程度虽然讲无像讲其他的本土语言遐尼啊危险，但是呢，咱嘛有需要爱互政府来甲遮个专家啦，甲遮个民间的即个专业的团体啊来去做伙来做相关的，可比讲即个在地语言材料的保存，也是讲即马因为即个社会咧发展，有即个新的即个外国来的即个名词爱翻译啦。爱推广啦，爱推广啦，这拢是爱成立台语委员会角度来甲遮个即个欠缺物件来补起来。所以咱希望会当有一个专门的即个机构，而且呢，除了即个语言基础的建设以外，语言的发展需要全面的规划，毋是干一个部门来负责。譬如讲，咱会当增加本土语言地名的即个地名，这种地号名即个标示啦，比如讲路名啦，还是讲什么款的即个牌啊，咱应该爱有交通部会当来配合，而且呢，可比讲，更较好的，更较完整的本土语言的即个教学，即个课本应该需要教育部来做伙来参与，这拢较需要甲政府的部门来做协调啦，爱做监督，所以讲需要一个政府的专门的机构，譬如讲台语委员会，当来做即个协调，来做即个会当推广安尼，所以讲类似即种的即个机构呢，咱即马现主持伫客语、原住民语其实拢有，但是呢，台语是需要的，所以咱希望未来有机会会当成立台语福建专门的即个政府的机构。这三个政策是讲咱去年全台湾24个即个候选人，阮伫每一个县市，阮希望阮进入去市议会、县议会了，会当来做遮个推动啊。但是虽然讲咱敢若有2个即个席次，但是阮犹原真认真，希望讲会当伫刷来这4档来渐渐一步一步，伫咱即个地方政府的即个战术面顶来完成啦但是呢，这是去年阮对即个母语的一个看法啦但是呢阮即马今年是2023年啦阮开始来因为咱2024嘛是有一个即个中央的即个选举啦所以讲阮开始台湾基进伫母语的政策的部分，开始咧开始咧发展新的一寡看法啦可比讲，阮去年所讲的这3个政策，其实呢其实咱伫即个行政院2022年7月份，去年的7月份伊有即个通过一个5档的国家语言整体发展的方案啦伊算讲伊要投入去差不多300亿的即个预算啊伫同即个时间呢文化部嘛提出伊个国家语言发展的报告其实阮所讲的一寡物件有一部分啦嘛，伫即个伊即个方案内底计划内底拢把加放入去啦但是呢针对台湾整体即个母语的即个发展呢，阮除了现主席即个政策以外其实阮有一寡爱伫今年内底阮提出来，想要互大家更加思考。个重新去思考，会当更加深入思考的物件啦可比讲，阮感觉讲有一个上关键的一点，就是讲母语使用讲话真认真真习惯使用的即个人的数量，应该爱渐渐应该爱增加增加的数量爱比减少的数量佫较侪，而且遮的人呢，应该爱定定讲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即个算讲互相的即个斗相共安尼，所以安尼来做语言才有可能讲有更加好的一个福建的一个规模啦因为基本上呢咱即摆看国际上的案例啦可比讲咱伫离台湾真近的一个所在叫纽西兰纽西兰即个所在因家己本身对即个毛利即个毛利的即个语言的即个福建，其实因有落真侪功夫啦其实因主要的即个福建的即个重点有2个，一个就是讲伊希望会当就是讲提高因即个毛利语使用的人口而且呢会当互因遮人定会当做伙有即个共同的社团、社群、社区拢定咧使用所以讲人口爱增加以外，另外就是因遮人爱定
定定聚会，定定做伙，吼，定定来交流，定定互相来即个吼，来斗相共，来帮助遮个母语的推广。啊，所以讲，因纽西兰咧做即个物件，其实甲咱台语。甲咱台湾目前吼，台语的推广其实有小可相像的所在啦吼。可比讲，咱知影讲，就是讲，咱目前台语有真侪即个台语的家庭，也是讲母语的家庭吼。其实伊拢希望讲吼，希望讲会当受到更较侪社会其他资源的帮助啦吼。啊，阮伫过去甲遮的家庭咧交流时阵吼，阮甲因的需求拢甲记落了后，阮吼甲。整理了后呢，感觉讲应该要有4点吼，4点目标应该爱来努力的啦吼。头就是讲吼，其实应该爱来支援遮全母语的家庭，这是所有计划内底上优先的这个代志吼，上爱做的头一项。因为吼，这个母语较练长的人，亲像火警吼，火警会当照度这个火会当搁探较开啦吼，啊无其实是无法度的吼。第二就是讲，阮希望会当更较积极来办全母语的学校，来重视这个母语的受教权，啊，个母语师资的培养，互母语会当较练长会当较接使用的人，伊这个伫社会内底呢，会当吼更较侪的人会讲吼，接受到相关的这个资讯吼资讯，啊，而且会当更较侪会当互相的交流，变做一个社群。啊，讲也是讲伫社区内底定来使用，而且会当进入到学校内底，哦，变做讲即个社会资源会当入去到学校，吼，即个吼其他的即个伫学校内底的即个囡仔会当自然会当吼来接受到即母语的一寡相关的教育，吼，因则有相关的即个环境会当来实施啦，吼。第三是讲吼，咱希望讲即个母语，吼，使用母语的人会当来分即个比如讲有少年囡仔的，也是讲大学生的，也是讲即个出社会的，也是讲即个中年的，也是讲较年岁较侪安尼吼。就是讲无共款的即个年龄吼，应该对母语学习的即个需求应该是无共，所以希望讲针对这无共款的年岁、无共款的即个背景来设计相关的即个资源，会当来使用，这是阮希望会当做较到一个目标。第4个目标就是讲，阮希望讲吼，就是讲，因为算讲我咱拄仔咧讲就是讲，咱即马中央有客委会吼，原住民的即个委员会，但是无台语委员会吼，所以讲其实这是讲较算讲伫台语的推出来讲有较困难的所在，因为无一个中央的实际一个部分吼，会当来做即个推广，来做即个统筹的一个物件啦吼。所以讲，阮希望会当来做遮的物件，这是阮今年伫即个咧写，阮咧写即个母语的政策当咧思考的一个物件。啊，另外是讲，阮有伫遮我想要提出几个物件吼，有2个物件，大家会当来思考，就是讲吼，阮看到目前台湾的政府一个状况是安尼。华语吼，每一档拢投入要几落千亿的即个资源，吼，来做教育。可比讲旧年啊吼，2021年教育部吼总共投入6800几亿的教育经费，但是大多数拢变成是华语咧进行的即个教育的即个活动啊吼。啊，但是本土语言一档敢若几十亿，所以几十亿甲几千亿比起来其实是差真侪，吼。所以讲，除非咱就会当甲这几十亿的即个经费。也是讲资源，也是讲人，搁较算讲搁较有做搁较好的一个分配。啊无其实吼，你要几十亿的即个母语的教育吼，要对抗几落千亿的吼，其实迄是非常的困难啦吼。这是一个大家当搁思考的一个所在。啊，第二个思考就是讲吼，因为咱即摆吼，现主是台湾，咱咧推广即个台语的即个吼，算讲咧推广的时阵吼，拢碰到其他的人拢咧讲吼，语言是一个工具尔，咱敢有需要？继续伫即个面顶内底，伫遮咧回格安尼讲讲啥物拢共款。但是呢，我想要提出一点互大家思考，就是讲吼，检举一个咧，美国耶鲁大学耶鲁就有一个学者啦捌讲过，历史学者捌讲过，其实呢，乌克兰即个民族主义者早就伫冷战的即个时期伊就认为讲独立了后，一个乌克兰呢，应该是一个政治上的国族。毋是黑人上的民族，事实上呢，有真侪乌克兰的人受到即个苏联的即个东化政策影响呢，世人家晓讲即个俄罗斯的即个语言尔。但是呢，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了后呢，
真侪乌克兰的人将处要去讲俄罗斯的即个语言吼。可比讲，伫即个 Washington Post 曾经有一个报道吼，伊就去访问一个自细汉到大汉拢咧讲俄罗斯语言一个乌克兰的人吼，伊就讲吼，其实呢，6礼拜伊阵拄小战尔，还讲6礼拜进前的半暝吼，即个火箭弹开始呢，对乌克兰的即个城市开始来攻击迄时阵呢，伊就感觉讲吼，từ迄阵开始，伊敢要讲乌克兰的话尔。虽然讲听起来感觉真奇怪，但是呢，遮所有的状况，互伊内心感觉伊要拒绝俄罗斯的即个语言吼。所以讲呢，伊迄阵伊就是有深深感受着讲吼，其实呢，乌克兰的语言对伊本人来讲，嘛是一个对抗俄罗斯一种武器啦吼。所以讲呢，咱拄仔讲的教育部伫去年一档开几落千亿。咧做即个华语相关教育的即个活动，但是呢，台湾现主是一个上大的敌人、上大的国家，德国啦吼，就是中国。所以咱敢要阁需要真正开遐尼济钱，要使用一个甲咱的敌人共款一个语言的工具吗？还是讲咱要甲即个源头，甲遮个资源摕转来，吼，咱重新来即个发展，重新来推广。咱家己本身台湾本土语言，不管是台语，不管是客语，不管是原住民的即个原住民语，所以咱家己咱会当搁思考一个物件啦吼。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无度搁继续讲搁分享搁较济，但是因为咱今日即个活动是为着要记录咱即个28即个事件啦吼。所以讲其实76当前啦吼，因为即28个事件。受到互咱台湾人真济一个痛苦啦吼，所以讲呢，我感觉福建现主时吼，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压迫是愈来愈严重，一档比一档较严重。我想大家若看新闻，尤其是咱真济先辈拢伫国外，不管是伫欧洲，不管伫美国，不管伫加拿大，其实相关的新闻真济吼。所以讲，咱这本土语言这个推广，毋是干那讲一个讲语言的转型正义尔，其实是一个。会当重新去凝聚台湾人，会当本土意识，凝聚起来，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工具啦。你若讲是一个工具嘛，是安尼啦。所以讲台湾无需要搁另外一场战争来提醒所有台湾人本土语言的重要性。所以讲咱应该好好来看到过去的这个历史痛苦的记忆，咱爱带把这个记忆变成一个教训，向前看，免怎面对未来台湾。伫中国所有压迫之下，台湾免怎透过武语的推广，互台湾人本土的意识重新去凝聚起来。这比买搁较济武器，比做较久的兵，其实较上重要就是一件代志。伫遮甲大家安尼来做简单的报告，谢谢，感谢。感谢明安甲咱遮详细佮精彩的分享啦吼，就是若是有搁较济即个相关的政策的问题吼，咱会当甲即个明安，就是等下若是有留落来时，当交流一下。好，刷落来咱上尾就是要请即个咱的友志叶凯为咱朗读第276档的宣告文。叶凯，请麻烦。各位先进友志平安。请问我的声音敢有清楚？有，毋过你爱稍等我一下，我爱分享我的话。歹势。好 ，OK。也可以麻烦，就是请你小可小解你的背景，才开始朗读。请。我是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总干事王叶凯。今仔日真有幸就是单路甲我邀请，来做今仔日即个宣告文的朗读。刷落来就是来为大家来朗读即个276档的宣告文。1947迄一档，是咱正做一个台湾人共同的苦难记忆。228是咱台湾人伫防压迫甲糟蹋甲尽崩了，起身反抗的历史空喙。因为
连续失眠的艰苦，互咱正知影要爱做人，敲赢做四骹仔精生。因为看无甲百色，致使咱想要求公平甲正义，毋是因为咱追求理想社会甲治理，才互为权者甲咱吓惊甲毒杀。228毋若是台湾人吞忍暗夜目屎滴的过去，228是咱台湾人起身反抗的印记，是咱毋愿过软正做奴才的清醒时机，也是咱台湾人时代先进合作反抗结头壳计划。为着实践理想打拼，走从说谎欺骗、创空、无差别屠杀的性命痛疼。去年的228宣言，咱爱政府重视外来政权对本土语言甲文化的迫害，要求落实语言平等甲文化转型正义政策。咱的主张第一，过去外来政权的语言文化屠杀，已经造成台湾各语族文化传承的危机，需要马上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语言平等的精神。第二，要求台湾政府推动语言文化转型正义政策，提悬推行台湾台语的有选甲其他母语平等。第三，阮愿意对本心做起。伫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公开正式的场所，尽心尽力使用族语。今年76冬啊，咱还会记哩1947、228。毋过下令屠杀的凶手，还有人咧加排。煞个有人假做屠杀者的继承人，延伸伊的政治影响，甲台湾人迫害的政权三骹仔有愿要主动消灭台湾人族群文化基础国家建立的道路。若咱台湾的正义甲公义无法度落实甲执行，咱袂停止反抗的意志甲行动。以上，感谢大家。好，多谢叶凯为咱朗读22876冬宣告文的文章。好，安尼咱今仔日即个228节76冬的线顶纪念会就到遮。接落来，咱甲即个主持交互秀婉姊甲梁光兄。真感谢。秀婉，你要先讲。我想你先讲。迄个第一吼，我真感谢陈露为咱来筹备即个节目我感觉讲筹备甲真好势，这筹备的中间嘛真无简单，因为咱邀请到安尼无共背景、无共世代的人来伫遮讲因对228的遮的想法甲讲因搁续来因要做的行动的意志。我上特别感动的是看到迄张相片，就是陈定波夫人伊伫伊的翁婿安尼受人枪杀了后，竟然阁有迄种的
咧意志力吼，用迄个门吼，因厝迄个门帮吼，米伫门窗骹吼，甲挺起来吼。原底我是敢若知影即段故事，我毋知影迄个叫做啥物新歌贝啊，迄段故事。今仔日透过即个陈市长过来讲即个新歌贝啊的背景，伊含即个陈定波的交情吼，感觉讲伫安尼迄当时遮尔恐怖的遮的气氛的中间，伊悠然会佮肯讲摸一个较大的翕相机吼，半暝去替伊好朋友甲即段历史记录落来。就是因有即张相片，咱拄则听陈市长讲，伊开始伫遐真侪即个艺术的创作有开始咧做剧场，做种安尼吼。搁落来互我诚感受的当然是拄则威龙的阿叔嘛有来遮现场，讲着台南迄当时的情形搁迄个唐德宗被互人枪杀的情形，拢真互人感动吼。毋过上尾我感觉讲，我上较感动的是讲，即个伊心咧念乌面上迄条诗打起来所以咱来伫遮，咱毋是干那讲伫即搭逐个目屎流流的继续比情咱今仔日即场纪念会搁特别有一个足重要意义，就是讲咱少年人来参与因的精神，就是讲要甲打起来。这是我今仔日参加即场即个纪念会的感想。感谢所有参与的遮的咱的同志。谢梁光兄吼，多谢因为即场的迄落228吼，我感觉足特别的意义，就是即边咱拢是为少年人，因去去筹备去找足侪少年人来参与吼，这是咱即边真特别的所在。我毋知影讲敢有人有啥物要 feedback， 你会使举手。无我知影台湾时间真晚吼，所以恁会使有几位我有看到谁举手，卢先生是无？搁陈雷嘿，那啥陈雷你敢要先讲？因为啥手搁放落去，你也要讲继续举手我即马请陈雷先生。我敢若先来报者，可能谁要讲的代志，可能和我小可关系。因为迄个我有铺一个伫咱的群组就是咱顶回来放电影迄个拢拄个着共款迄个电影伊即马有咧，伊要放一个要招咱即个世界大文化论坛下面做伙参与一个支援迄个乌克兰迄个一出电影叫做《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因即马有瑞典的迄个伊捌去顶个月去瑞典的即个博物馆有去放电影所以迄个瑞典的人嘛要来所以迄场是专门要用英语的啦所以若是讲迄个咱若有人伊嘛咧找 moderator 啦所以若有人看要志愿会当来个斗相共一下安尼像较顶仔互你补充啦较顶仔来迄个潘德，你若有伫遮，你家己来大家说明好无我即马伫遮，等下我先讲呀。甲潘德燕，你先讲我先讲遐。嘿，是，请。安尼多谢，歹势。阮着即马着，阮有一个，我等下着互恁一个迄个 Eventbrite link。阮即马着是，你会使先看讲阮的迄个 events 会是安怎会情形阮即摆就是讲阮迄 discussion 要伫迄个March 5th 就是迄是Sunday，那个
若是台湾的时间就是11点，啊，若是美国纽约这阵就是10点安尼。啊，嘿，大概就是安尼情形。啊，我即摆把我就把 link 贴在迄个你 discussion。甲 link 到伫 chat room 吼。嘿，确认嘿。哎，多谢。OK，吴医师。嘿，好，我本来我是想讲利用这个空房吼，我未参加这个会议前，我本来想讲2日若有空房，我要来念一则我这个咱这个我伫22860周年16当前写的一篇小说的头一段叫做《红牡丹》吼，迄是咧写这个。迄个中国兵为家人起来了，安尼一路枪杀、屠杀到台北、到7都、8都的代志。毋过今仔日吼，看即集吼，咱的即个会了，我感觉我已经无需要搁再念啊，吼，因为实在是今仔日即个安排了，实在是。真正足大心，吼，真正有达到咱要纪念228的即个心意，吼，而且咱学足济，吼，这我想咱会使讲是即摆少年人领带咱老一辈人伫行头前，吼，即个陈澄波即张相，吼。实在是我想每一个人看了，若知影伊的后壁背景，一定是袂当袂记着吼。真正像伊迄咧念吴中祥迄首诗安尼，讲爱打起来吼。咱古早，阮即代咧纪念228，是用保破梦的心情咧纪念吼。即摆我想咱。爱打起来，吼，像陈澄波伊的牵手安尼，用问世版，甲陈澄波的身世安尼甲行起来，迄款的心情来甲台湾，咱的命运，行顺顺的命运打起来，因为咱即摆面对的是一个足危险、足恶质的敌人，吼。多谢大家，多谢即摆的少年人的拍拼，多谢。吴医师吼，我有看到迄个有人回应吼，少年人回应讲会打起来吼。OK， 恁即摆看讲阁有啥物人有要回应吼，会使举手。Sean 吼，Sean 要回应嘿。如是，Sean，你会使开你的麦克。OK，Sean，你麦克开袂开是无 ？OK， 我看手阁开落去，哈顶仔伊随时拢会使入来补充吼。因为我即摆 OK， 你讲。我头仔找无麦克的迄个按键啦，因为我是用手机啊。安尼讲我就听到。有。OK， 好，歹势。真正感谢有这个机会会使讲一寡话因为即马伫台湾这边时间已经有较暗啊，所以我无方便开相机，因为我真正讲起来我较无，我即摆的穿插较无遐尔啊庄重来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无方便开我的摄影机出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参加这个会议是几礼拜之前，我有收到这个会议的邀请，主要是因为阮迄个姨啊，就是他住迄个潘德燕，伊进前有一出纪录片，Along Together 这个纪录片，伊其实是咧讲疫情这段时间的迄个封城的过程。我本身进前伫武汉的时阵，
拄啊封城的时阵，我拄啊入武汉迄个时阵，所以我有参与即段影片的一寡记录。另外一方面，因为我是嘉义人，所以其实陈定波的代志，我毋敢讲有开真济时间去了解。不过伊共款是嘉义人来讲，我以伊为荣。我举即个手主要是要回应他做基进党的王先生，就是讲，因为你他做讲的，我其实嘛是足赞成的。咱爱提倡咱的母语来避免讲后摆，真正含对华的遐中国人，佮继续同化下去，袂使佮来互咱后代拢下面用共款的语言，这点我是足赞成的。问题是讲，我甲提出一点，小小的一寡回应，就是讲，你咧推动母语这个方面，你看即马有合家的委员会、语言委员会，但是无台语文化的推广的委员会。咱若要讲到母语这件代志的时阵，应该爱提倡所有的母语，包括原住民伫台湾，佮客家人因本身的母语的提倡。因为若要做伙做这个代志，我惊咱敢若推广所有的母语是伫咧台语这个方面的经营会得到，会互等到会有一寡阻力，可能会个要安怎讲，就是反抗起来，是讲含咱无徛无共边，咱爱用平等的方式，靠我度做伙去摕到因的赞同。问题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咧提倡母语的时阵，有可能造成讲，比如讲，咱嘛听无客家的话，那呢，离后代也是咱的囡仔，若咧学语言的时阵，真正讲起来，因的选择上，比做爱学遐尔济无共的母语，因为后摆沟通啥物。顶头若还阁是有一个障碍，其实这种阻力嘛是有可能会继续变做一种隔阂。我只是提起，咱要推动这个，我敢提出问题，我无较好的办法，要毋过我赞成咱来安尼做。感谢大家，我敢讲到这，多谢，谢谢。多谢Sean 吼，我想这个问题吼，大家拢有注意到吼，嘛有会注意。咱因为即马伫台湾吼，已经12点半真暗吼，所以我想咱今仔日即个纪念会就到遮。我请梁光兄来介绍后礼拜的节目，了后咱准讲有要留落来开讲，会使留落来，准备先离开的嘛会使吼，多谢。好，咱后礼拜是要请李占星先生李讲吼，李。